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中醫幫到你。今集嘅主題係答網友問高血壓。有網友患咗高血壓，就問我哋中藥同埋降壓藥可唔可以同時服用？我哋接過好多高血壓嘅患者，凡係未開始食降壓藥嘅患者呢，我哋就建議佢哋專心食中藥就得啦。而食咗相當時間嘅降壓藥嘅患者呢，就可以暫時中西藥同時食，隔開2小時或以上就得㗎啦。然後等待中藥發揮效果之後，降壓藥就漸漸減量，到最後停晒。點解食緊降壓藥嘅高血壓患者唔適宜立刻停藥呢？血壓長期受住降壓藥嘅抑制，貿然停藥嘅話，血壓就會必然反彈。一就可能會令患者心生驚恐，二就可能會對心血管不利嘅。高血壓食降壓藥絕唔係理想嘅治療方法，因為降壓藥只係抑制血壓，就冇根本解決到血壓升高嘅成因。因此食降壓藥嘅患者往往係會踏上終身食藥嘅不歸路，而終身食藥就一定會有副作用㗎。必然係體質先出現咗偏差，血壓先會升高嘅。由於體質出現咗偏差啦，正常嘅血壓唔能夠將血液運送全身，身體唔能夠唔升高血壓嚟完成運送血液到全身嘅任務。因此血壓升高其實係一種身體自救嘅本能嚟嘅。當然啦，血壓長期升高亦都會損害健康嘅，所以需要治療。正確嘅治療應該係糾正體質嘅偏差，身體唔需要提高血壓嚟運送血液，血壓就自然恢復正常啦，而唔係用降壓藥夾硬抑制身體自救嘅本能。身體出現咗咩偏差導致血壓升高呢？唔同嘅患者有唔同嘅體質偏差，中醫係需要辨證論治，先至能夠定出準確嘅治療方針，並冇一張處方係可以包治天下間嘅高血壓嘅。但係大原則就有一個，高血壓如果要治本，係必須先去治癒體質嘅偏差。咁點樣去治癒體質嘅偏差呢？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，叫做《高血壓何必終身食藥》。我哋將呢篇文章嘅連結擺咗喺下邊，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點擊嚟睇下。好，今次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。支持中醫幫到你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喇。